逾期超過1個月，我發現網貸嘅致命嘅弱點。你知道催收公司最驚你打開手機裏邊一個功能嗎？佢哋唔驚你查問發電，係驚你發現通話界面有一個小小嘅錄音嘅圖標，呢一枚紅色嘅按鈕比任何勒斯坎都會讓佢哋腳震啊！舊年有一家催收機構做過數據嘅回溯，下晝2點到4點呢，催收電話投訴率比早晚高峰低67%。點解呢？原來催收員亦都怕午休嘅時候呢，俾工單打斷啊！就好似你驚早晨被催收電話驚醒係一個道理。嗰啲爆通訊錄嘅，要聯繫村委會嘅，要通知單位嘅威脅呢，喺個人信息保護法嘅第23條嘅面前，就好似一張紙做嘅盾牌。你每按下一次錄音鍵呢，都喺度俾銀監會準備彈藥。你睇明白呢一個制衡嘅鏈條未？你每遞交一次完整嘅錄音嘅證據，監督部門嘅督辦時鐘就開始倒計時㗎啦。嗰啲兇神惡煞嘅催收員呢，其實更加俾你害怕聽到工單已轉屬地監局嘅提示音。而家你要記住3個反殺節點。第一個，收到勒斯坎呢，要睇下寄權人係邊個，非勒索公章都係行為嘅偽實。第二個，接到本地號碼要先問授權書，真正上門嘅呢，你必須要出示雙證嘅。第三，聽到失聯嘅預警呢，要先查短信，唯一有效嘅通知就係12368，其他嘅所有嘅都喺度表演，都抵唔過你嘅錄音鍵閃爍嘅紅光。最諷刺嘅真相永遠喺後邊啊！當你連續保存證據超過20次，催收員嘅話術呢就會自動切換成溫柔嘅版本，因為佢哋已經將話術摸清門道㗎啦。你記住，真正嘅規格唔係你嘅還款記錄，而係智能手機裏邊嘅錄音文件同埋你個人信息保護法嘅第23條，你記住未？